最近屋企用開嘅 UV 機壞咗啊，但小朋友每日都有好多嘢要消毒，唔通下下洗完仲要煲水霎奶樽咩？所以最終我就入手咗呢部 Slow Bear 星空 UV 消毒控乾櫃。首先將消毒櫃裏裏外外用濕紙巾徹底清潔一次。將洗乾淨嘅奶樽同加固用品都通通放入去消毒。25L 超大容量3層層架設計，可以擺放足夠日常嘅用品消毒。關上櫃門以 Auto 模式自動控乾消毒，中途打開櫃門會暫停消毒。來自24顆 UVC 燈珠配合全方位零面鏡發揮 N 次反射消毒，更認證可消滅26種病菌，咁就可以守護 BB 健康啦。UV 消毒機持有6種模式 ，Auto 模式可切換工作時間80分鐘、60分鐘及40分鐘，控乾模式 UVC 模式 Heat 鍵可選擇標準溫度及低溫 ，Store 模式默認24小時保管及夜間模式。除咗消毒奶樽加固用品，亦可以將 BB 嘅公仔、去街嘅袋仔放入控乾消毒，咁就點攬都安心晒啦。最後話你聽，只要用我嘅 discount code購買，仲有85折添。